歡迎收聽今集嘅閒置中啊！我係 Brian 啦，呢度有啊 Sunny 同埋冇錯，撞咪 OK，Emily Sunny 係啦。咁啊，我哋今次咧就講一講最近發生嘅事情啦。我諗都好多人關注嘅，就唔係全部市民都知發生咗乜事嘅嘢，就係咧上個月即係5月嘅時候咧，就有一單新聞就係講申訴專員公署啊。即係政府有個申訴部門噶嘛嚇，咁佢將3年以上歷史嘅一啲嘅報告咧就下架，咁呢件事好似唔係好覺得好關大家事咁樣，但係喺一啲嘅即係做開研究嘅朋友啦，即係譬如我哋做政策研究嘅朋友啦，啲記者啦就嗰個圈子入面有嗰個嘅即係反應都好大下嘅，咁甚至乎係觸動到呢個嘅即係李家超喺唔知嗰啲行會之前嗰啲記者會去回應咁樣嘅，咁呢件事咧我哋都有即係好關注啦，因為我哋陣間都會解釋下噶啦，因為成件事都唔單止淨係講話政府而家越嚟越即係封閉啊，即係講緊啲資料公開封閉，佢仲係如果透過封閉嘅過程之中咧，其實佢仲會好影響我哋嘅一啲嘅即係日常嘅唔同嘅生活同權利嘅係啦。咁我哋陣間都可以講講點解呢件事咁大件事，同埋我哋都做咗啲嘢係啦，即係本研社都做咗啲嘢，同埋啲民間社會唔同嘅組織都會做咗啲嘢，就係將呢啲報告重見天日係啦。咁係啦，咁事不宜遲，我簡介下今日我哋講啲咩先啦，因為而家我哋都想即係講咁長係咪先，即係都要組織下我哋今日要處理啲咩。咁第一咧，我想講一講即係下咗咩架先。即係嗰啲申訴專員報告下咗咩架先，同埋叫咩叫申訴專員係啦，好多人都未必會知道係咩嚟嘅件事嚇。跟住第二就係除咗呢一次嗰個好多嘅報告下咗架之外，仲有呢啲年這些年咧都有唔同嘅申訴專員公署以外嘅一啲資料唔見咗嘅，係啦，即係你上政府網頁咧睇嘅越嚟越少嘢嘅，係啦。咁最後啦就係我哋有啲咩做到咧咁樣。咁大概今日就係處理啲內容啦嚇。咁一開始講其實咩叫申訴專員公署？大家即係如果即係如果好簡單講俾個即係大家嘅聽眾聽，其實呢個部門有乜用嘅咧？問題就係你都冇知啊嘛。其實係申訴專員公署，其實政府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部門，其實佢都係有一啲內在監察嘅職能嘅，即係譬如可能講緊審計署啦，咁佢可能會睇翻自己政府內部佢嗰盤數咁樣啦。又譬如可能係各種，譬如可能廉政公署，可能佢都有某個職能嘅，係可以睇下究竟會唔會有啲人可以向廉署去投訴，即係有冇一啲瀆職或者貪污嘅事項啦。咁申訴專員公署咧，咁可能佢嘅職能咧，其實佢都係有一種監察嘅功能，就係譬如可能市民咧，對於可能某啲政府部門佢喺行使自己部門職能上邊咧，有啲失職或者不當，其實係可以向申訴專員公署度投訴啦。咁佢哋可能就會展開某啲調查啦，就會有一啲嘅報告俾到大家睇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如果講緊譬如今次以往咧，申訴專員公署有個網站咧，至少譬如有3類報告我哋係可以睇得到嘅。咁第一類就係一啲全面調查報告啦，第二類咧就係所謂嘅主動調查報告啦，第三類咧就係一啲公開資料守則嘅相關報告。而呢一部分就係會比較同市民，如果你直接去同新公署講有啲咩要公開資料去做得唔好咁呢部分其實都會同市民大眾相關咁樣樣。簡啲講咧就係成日新年講咗話市民可以投訴啊嘛，即係譬如話我覺得某某部門咧就行政失當，就冇處理到我一啲嘅要求嘅係啦，咁我覺得望住嗰啲嘅程序嘅守則，咁你公開咗嗰啲嘅程序，你冇跟到我去投訴。咁如果申訴專員公署咧係覺得成件事真係有啲唔妥當，我就會做個全面調查報告。嗱，呢個第一類。咁第二類咧就叫主動調查報告，就係唔係等呢啲嘅市民去投訴就去做噶啦，係申訴專員公署佢覺得好似有啲唔妥當喎，我不如問呢個部門攞一啲資料，然後再睇下成件事係有冇做錯到嘅係啦。第三類咧就係一啲公開資料守則嘅問題，就係呢一個市民其實都有另外一個權利嘅。即係如果你而家仲存在嘅一個叫公開資料守則嘅東西
係啦，就係、可以問政府攞一啲佢手上面持有嘅檔案同資料，係啦，即係譬如我哋做研究成日都會用嘅，即係問一啲攞最新嘅，譬如我哋關注土地嗰啲嘅土地啊、房屋等等呢啲嘅資料咧，咁我哋就會問啊，譬如最新某某譬如嗰啲過渡屋咁申請嘅數字咁啊，嗱呢啲可能政府有儲到嘅資料，但係佢唔會主動公佈，我哋問佢咯。咁政府其實佢係有一個責任去提供一啲資料，除非嗰啲係有一啲機密資料啊等等咁樣嘅。咁有陣時佢唔俾啦，咁你又可以投訴。申訴專員公署咧就會處理呢一啲公開資料守則被拒絕嘅一啲嘅投訴嘅。咁所以成件事好吊詭嘅就係咧，而家咧申訴專員公署將2023年以前嘅一啲嘅剛才講嘅主動調查報告啦，全面調查報告啦，同埋剛才亦都講過嘅公開資料守則嘅投訴個案咧嘅報告下架，係啦。咁佢作為一個喺度監察住其他部門公開資料做得唔足夠嘅地方嘅一個部門，佢自己都 delete 埋啲資料，即係成件事而家係咁嘅一件事咯嚇。咁所以就佢做壞咗榜樣啦，同埋即係既然佢做自己都 delete 咗自己資料，咁你點樣去督促其他部門遵守翻一啲公開資料嘅一啲嘅即係情況咧？同埋其實本身申訴專員公署佢以前譬如答呢個立法會啊、財會，我哋其實都有睇過佢以往，其實佢都好清楚地知道咧，即係佢要 keep 住去記錄啦，同埋備存啦，同埋公開呢一啲嘅報告咧，本身其實係同呢個所謂佢哋嘅透明度有關咯。咁呢樣嘢係喺佢嗰陣時答覆立法會議員嘅時候提到嘅，亦都除咗講透明度之外，佢另外有一個都幾重要嘅一個功能，即係點解我哋要公開俾人哋去睇咧？就除咗係俾公眾知道之外咧，有一個功能就係佢要同其他唔同世界各地，即係國際嘅呢個申訴嘅界別啊，唔同嘅類近嘅一啲機構啊、部門啊，作一個交流之用咯。因為其實譬如就算好似我哋要揾一份目錄，要揾個報告本身都咁難嘅時候，咁我哋以往亦都可以喺佢嘅網站揾啊嘛。咁所以對於一啲可能國際機構佢哋有交流嘅一啲嘅一啲活動嘅一啲機構嚟講，佢以前可以喺網站度，而家其實你都好難叫佢，唔通又叫佢哋用翻我哋嘅方法去睇翻咩？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都會令到佢嗰種同國際之間聯繫又會斷裂咗。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問題，亦都係佢當下喪失咗一個都幾重要嘅職能咁樣咯。不過而家講國際聯繫都好似都幾久遠，即係好似唔係而家走緊嘅方向啦。係啊。不過我覺得就係以往申訴專員公署，我覺得都對於一啲糾正一啲行政失誤啦，同埋一啲揾到一啲公開資料或者爭取更加個成嘅政府透明公開，其實佢係我會覺得情深而論啦，即係我都用咗佢哋唔少報告嘅以往，即係作為研究者，覺得係做得都有國際水平嘅，係啦，即係佢以往嗰啲嘅報告，其實我覺得都幾出色嘅。唔知係咪因為出色過頭，而家咧就需要將佢下架咁啊！我而家手頭上咧，因為我哋都做咗一樣嘢嘅，就係當佢下架之後咧，有啲記者咪走咗去申訴專員公署嗰度，就因為申訴專員公署講話啊，你上網睇唔到，不過可以嚟我 office 睇嘅，係啦。咁你上嚟我 office 度查閲啦，咁啊有好多限制咯，又話只可以睇個半鐘啊，又唔俾個目錄你喎，嗱 delete 咗啦嘛，你又唔知有邊份報告係可以 request 嘅，咁你去到嗰邊咧，咁就凍咗喺度咁樣，為難啲記者咁樣。咁所以之前有啲記者喺度 request，可唔可以俾翻個目錄我啊？以前嗰下咗架238份報告咁樣，係啦，咁又唔肯俾，係啦，咁啊就有啲民間組織咧，就包括呢個即係坪洲填海關注組啦。咁但係如果大家上去 Facebook 咧，佢都做咗個即係抄翻以前嘅目錄嘅。咁我哋再有啲補充嘅，我哋都啱啱做咗一份完整下咗架238份嘅，即係下咗架嘅報告嘅目錄個 title 係啦，打上網嘅係啦。咁啊大家都可以上翻我哋 IG 啊、Facebook 啊望翻啊。咁我哋如果真係睇翻阿黃報告咧，
即係嗰個調查報告嘅題目咧，係都好 juicy 下嘅。我覺得即係大家都可以反思下，就呢啲係咪一個下架嘅一個原因咯？係啦，咁啊包括咧就係2014年有份咧叫屋宇署處理涉及知名人士僭建個案嘅特別程序。係啦，咁啊2014年即係諗翻起嗰陣時發生咩事咧？邊個知名人士咧？知名人士2014年諗下嗱，佢通常開 file 咧都會等幾年嘅，講真，即係件事發酵啊，佢公佈佢調查要需要啲年份。咁2014年再倒翻大幾年之前，大概係2010、2011、2012嗰啲時間。咁嗰陣時好似唔係記得特首選舉，係咯，選舉喎，係特首選舉嗰次係啦。咁啊有啲知名人士有啲僭建個案噶嘛。嗱，咁呢一個咧嗱而家咁睇翻，我覺得哇，真係即係虛妄意啊！即係以前可以開啲咁嘅 file 嚟講，呢個係主動調查報告嚟，主動調查報告，係啊，所以唔係市民投訴去開 file，係佢自己主動去開 file 嘅。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有啲我都間咗嘅呢個，因為我對我嚟講都好有成日用嘅，就政府對認可殯葬區嘅管理。即係咩叫認可殯葬區咧？就係啲原居民。啲原居民佢可以土葬嘅香港係啦，咁佢有啲山後山呢位咧就可以俾佢嗰啲原居民過身之後就葬喺嗰度，咁正其他嘅即係香港市民就要火化噶嘛係啦，咁啊佢係有嘅係啦，傳統權益嚟嘅咁但係咧嗰個殯葬區咧就有個限個範圍，咁咧就成日都但係成日都會有個情況就係佢葬咗出界。係啦，即係佢可能風水問題撞咗出界，咁啊亦都會衍生咗啲管理問題啦。咁咧大家記唔記得舊年前年有啲好大嘅山火嘅？係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都撞咗出界，會令到佢嗰個山火嗰個範圍咧，即係以前係聚喺同一區噶嘛，咁你易啲管理，而家佢周圍都係，咁啊會有一個好大嘅即係控制山火嗰個嘅一個難度喺度咯。咁所以呢個我哋關注開啲新界規劃啊，啲鄉郊。一啲情況嘅，亦都會成日睇份報告，咁佢都冇做，係啦。咁啊，仲有啲乜咧？望一望先，係啦。仲有一個海事處對海上事故調查報告所作建議嘅跟進機制，即係咩意思咧？嗱，呢個係2017年嗰個件事嚟嘅。咁呢個咧其實應該係關南丫海難事，係啦。咁啊，啱啱最近咧就有大家睇新聞都知道南丫海難開緊一啲。即係民事索償嘅案件啦。喂，呢份報告冇咗啊，大佬。係啦。咁點解我會覺得重要咧？啲報告係因為可能大家都睇過啲報告噶嘛。入面有啲咩資料嘅？有關於個部門嘅一啲問題啦。又或者係關於。如果係主動調查報告嘅話，就會羅列有啲咩相關部門係關事嘅，即係有時候佢一份報告其實未必純粹淨係針對其中一個政府部門嘅，可能係佢發現原來調查期間咧係有唔同部門都可能牽涉咗喺某一單事情上面咁樣咯，係啊。仲有對於我哋嚟講咧，即係新嚟講得啱嘅，即係有唔同部門牽涉咗同一個嘅政策入面啦。我覺得更加重要就係佢可以講翻嗰啲唔同部門嘅職責啦，或者係可能關於某個政策嘅一啲嘅來源嘅，即係譬如南丫海難呢單嘢就關於一啲即係造船嘅圖則，即係海事處對於個造船或者係檢查船隻呢一啲嘅政策嘅一啲嘅慢慢演變啊，齊唔齊全啊，佢有交代㗎。但係呢啲嘢咧係你平時揾唔到嘅，係你真係睇份報告你先知嘅，因為主動調查報告都係佢問政府部門，喂，唔該你交一份現行嘅政策，其實係點樣嘅？以前係點樣嚟嘅？啊，殯葬區就係講嗰樣嘢，即係佢都係我都係做 research 嗰陣時睇呢份報告，我先至知道原來係1983年嗰陣時候啊，嗰個邊一個會佢去傾過呢件事，然後有咗咁嘅決定咯。所以呢啲嘅資料對於一啲做 research 嘅人嚟講，做政策研究嘅人嚟講，可能係唯一嘅一個資料來源嚟。所以其實佢有一個好大嘅，即係例如講教育意義啦，因為啲學生可能即係讀
讀政策嘅一啲公共政策嘅學生都做功課會睇啦，做研究嘅人會睇啦，去大學入面做一啲政策研究嘅人亦都要用。咁冇咗喎，所以可唔可以話就係佢其實有蘊含一啲獨特啲嘅意義咧，就係在於佢可以提供某一啲嘅脈絡啊，或者某一啲部門做事嘅方式，或者嗰種部門嘅文化。而呢啲本身我哋其實好難從一啲官方文件啊，或者啲數字啊嗰啲好多經過重重嘅審閱嘅一啲文字上面可以獲知得到嘅一啲資訊。所以佢唯一嘅資料來源咯。咁而家 take down 咗，其實對於嗰個除咗知情權嗰個問題之外，係對於一啲政策研究方面有好大障礙。係啊。咁啊，另外仲有一啲都我唔會逐個講啦，但係我覺得有啲都好重要嘅一啲嘅報告，例如2019年嗰時有份政府當局對學童心理健康評估嘅跟進機制。嗱，呢啲嘅係好關一啲學生福祉嘅事情，因為可能啲即係學生自殺嘅個案就越嚟越多。即係嗰陣時，咁啊，佢主動調查一啲我會覺得佢啲無傷大雅嘅事，即係一定即唔係有政治敏感性嘅嘢，但係一單好關學生福祉啊，即係啲家長嘅福祉嘅一啲嘅問題。譬如社會福利署對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人士嘅支援服務，咁又做咗個調查，呢啲其實都幾重要。2021年有份有關 CSI 口罩生產分發點傳同使用安排，大家記唔記得咩事？唔記得咗咩事啊？或者嗰陣時咪啲 CSI 口罩咪係政府部門做咗出嚟，即係懲教署做。係啊。咁跟住咧就唔知點解有啲就落唔到去有要去嘅地方，咁就原來俾有啲人就囤積咗嚇。咁嗰陣時疫情。即係大家買唔到口罩嗰陣時候咧，就搞到好大件事。咁嗰陣時生活專員公署又做咗調查，主動喎，主動調查㗎，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啲係我覺得好有一啲嘅糾正一啲部門嘅一啲錯誤嘅一個作用喺度，亦都係對於一啲政府部門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即係監察作用咯。因為嗱，我以前做過公務員㗎嘛。係好驚 Ombudsman 嚟嘅，係啦，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佢寫 Ombudsman 開 file 即係一件麻煩嘅事情。最驚邊個部門啊？即係啲監審計署邊個驚啲？Ombudsman 各種驚啦，唔同嘅係一個驚錢嗰啲。其實佢又冇做過虧心事嘅，好多人都咁，但係大家好關心我有冇跟到個例做嘢。係啦，我冇跟到個例嘅話，咁就麻煩。即係大家都係有一個諗下，喂，如果我今日做咗一個決定嘅話，唔係跟個例書嘅話，咁就將來 Ombudsman 查到你或者甚至查翻你嘅話，咁你就麻煩，即係對你個 career 就會有影響。咁嗰陣時有個好強烈嘅意識，咁但係我講緊10幾年前啦，即係我10年前咗啦，係差唔多，係做嗰陣時仲有政府做，咁啊有啲咁嘅風氣。咁嗱而家都下晒架咯。所以其實都睇得出，其實以前申訴專員公署佢喺內部政府內部嘅角色，其實佢都企得算有啲即係企喺前嘅，即係某個意義上係啊。我諗大家都可以睇翻份，即係我唔會逐個講啦。大家睇翻份238個下咗架報告嘅 title，咁大家可以諗下，其實仲有更加多 juicy 嘅嘢㗎，我哋就唔方便喺度講啦。咁大家望一望4-5年前嗰啲啦，2020年、19年嗰啲有一大堆嘅。尤其係一啲嘅即係申訴sorry 嗰個公開資料守則投訴嗰度係咪有一紮嘅？咁啊，可能呢啲係下架原因嚟嘅。咁而呢個其實我覺得佢反映咗係新公署佢對於自己角色定位嘅一個站嗰個叫嗰啲取態啊，即係譬如佢以前可能佢企得比較前啦，咁但係譬如而家原來我啲嘢我都可以唔公開，我就唔公開啦咁樣，咁佢。呢個就唔係淨係牽涉到呢一啲檔案冇備存，大家睇唔睇到？因為呢啲你都可以話係可能係啲過去嘅一啲面向嘅嘢啦。咁但係其實呢種嘅佢呢種取向、呢種取態，其實影響嘅可能係佢將來究竟會唔會都仍然有咁多一啲比較值得去做嘅主動調查，會唔會仲繼續做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啲隱患啊。我真係唔知道，即係譬如最近新公署都做咗一個主動調查，話開展咗主動調查報告，未做完嘅，開始做嘅咧，就係關於啲即係關於東爆嗰件事。
係啊，嗰個唔係 exactly 東壩咁，但係佢講緊話啲漁護署喺郊野公園嘅設施管理，係啦，佢話佢開展咗一個嘅即係調查，全面調查，話你啲山徑啊，又封咗好多年啊，就即早幾年咪有場好大雨，山泥傾瀉嘅，咁有啲山徑咧封咗到而家都未開翻嘅，係啦，咁有啲涼亭爛咗。係啦，啲廁所又唔乾淨咁嗱，最近咧漁護署咧就俾人查啦，開始。OK，係啦，咁我自己又覺得因為呢件事係一件生態旅遊嘅事情嚟嘅。我覺得即係我哋有個觀察，因為我哋做開啲生態旅遊嘅一啲嘅研究啦，我哋早幾日亦都有份報告出咗啦，關於生態旅遊嘅係啦。咁我哋有個觀察就係咧我覺得漁護署今次都係幫佢講少少嘢嘅，即係佢都。其實佢都幾慘下，今次即係俾人去咁樣調查，但係佢背後點解會令即係嗰個啲山徑失修啊，啲涼亭失修啊？其實背後係因為近年有佢好多新嘅任務要做，例如我要搞一啲東壩嘅新嘅旅遊景點啊，咁啲資源就draw晒過去嗰邊，咁你對平時嗰啲嘅山徑咪維修冇資源去做咯，我唔使調查我都知啊，係啦。咁而成個嗰個問題係在於嗰個生態旅遊其實唔係淨係漁護署參與咯，而家變咗旅遊事務署啊、文體旅局啊，個個都參咗腳入去噶嘛。咁你淨係調查呢個漁護署做乜鬼咧？即係我唔知係咪叫針對啦，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想做好呢件事，譬如生態旅遊或者係所謂無處不旅遊咧，你唔可以淨係調查呢個嘅漁護署咯，你要成件事拉去宏觀少少個層面去睇咯。咁所以嗱，調查質素，有冇下降係啦？呢個見仁見智，但係我自己覺得嗱，呢一個就有問題咯。近年以前嗰啲我覺得幾好。同埋感覺就係呢個會唔會好似都會牽涉到佢哋啲部門之間嘅一啲角力咧？即係譬如以往其實我哋睇翻佢往年嗰啲報告咧，其實都真係唔同嘅部門其實佢都會有一啲相應嘅，其實都好值得去調查嘅一啲項目噶喎。係啊，即係譬如無論係一啲比較可能地政總署咁，我哋比較關心啲啊，因為可能係一啲紀律部隊，即係可能入境事務處呢類相關嘅部門又會有啊。咁康文署、漁護署呢啲民生啲又會有，咁但係譬如如果係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咁佢會唔會其實會為咗俾公眾睇到話，其實我哋都仲有一啲全面嘅調查，仲有一啲主動嘅調查嘅，但係會唔會嚟緊幾年傳媒可能都係一啲漁護署啊、康文署啊，咁呢啲就不得而知啦。咁樣係啊，係咯，咁我仲記得好似早幾輪仲有啲中文大學俾人係啊，即係呢啲嘅。大家都會覺得其實可以調查啲比較大啲嘅事情咯，係啦，咁樣嘅一個情況咯，係啊，同埋重要啲，大家覺得真係好嚴重嘅，即係問題症結所在咯，係咯。咁我哋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就上翻我哋嗰個嘅 IG 睇翻Facebook 睇翻嗰個238份啦，嗰個嘅全面下架報告係啦，因為而家咧生活資源公署同大家講話你問我攞份報告冇問題，俾份 title 我先。但我 title 已經唔喺個網上面啦，咁我哋就用咗個方法係啦，咁一陣間都會講點揾嘅係啦，咁將佢全面 recover 翻，咁俾大家去睇下有啲咩報告下咗架嘅係啦，咁不過咧，先數生活資源公署又唔係淨係一個資料消失嘅重災區係啦，咁我哋做開政策研究嘅，我哋都發現其實呢個唔係孤例咯，咁係一個整體。政府個資料、公開資料、公共嘅資料，佢逐漸封閉一個嘅趨勢入面發生嘅其中一件事。咁我哋都近日發現咗，都唔係近日噶啦，都係發現咗一輪啊。咁都應該要出嚟講講嘅一件事咧，就係有好多生活資源公署以外嘅一啲資料唔見咗啊，都係啦。咁啱我哋就，因為我哋都關心土地規劃噶嘛，所以規劃署嘅文件咧，或者規劃署嘅研究咧，對我哋嘅研究嚟講咧，又好重要，因為佢做好多地區性嘅研究啦。而咧又發現最近咧喺佢個網站，其實都應該唔係最近，應該係呢幾年嘅事嚟嘅，即係發現咧佢
喺規劃研究裏邊咧，有一個叫做進行中嘅研究啦，有一個叫做已完成嘅研究啦。咁佢已完成嘅研究咧，係截至應該19年之前嗰啲咧，就已經冇咗喺佢網站度出現啦。咁而我哋冇晒。我見到，因為我哋用翻好似我哋整新公署嗰個目錄嘅同樣嘅方法咁樣去撈翻之前嘅嗰個 list 啊。咁我發現最新嗰份咧都已經係19年10月。咁而係佢嗰個網站咧，嗰個已完成研究咧就得16份嘅啫。而家暫時我哋喺嗰個表格度睇到，而下邊又括住一句好吊詭嘅嘢，就係如需要索取上表沒有列出的研究，請聯絡我們。咁我邊知你 delete 咗個目錄，咁我點知仲有啲咩上有但係唔喺上面出現？記憶啦，記得噶嘛。喂，個情況同佢真好似一模一樣，同埋好搞笑個已完成嘅研究，但係得咁少啊，明唔明啊？即係你個呢個嘅規劃署應該自1980年代已經出現噶啦嘛，咁多年嘅努力，淨係得嗰10幾份，係啦，咁我好似有個講法嘅，就係話咧，啲資料如果太多咧，打上網咧就會撈慢咗咁樣嘅，係啦，即係申訴專員公署嗰個署長個解釋係咁嘅樣，好貼心啊，驚大家揾得難啊，即係太多點睇啊，同埋會混淆大家，因為有啲舊嘅資料咧。就會引起誤會係啦，咁但係呢啲嘅資料，即係而家 Emily 手上面咧都睇翻我哋揾翻已經下咗架嘅規劃研究，其實好多今日咧絕對係冇一個即係過時之嫌嘅，因為有一啲仍然好即係同我哋而家嘅城市嘅改變咧，或者規劃咧好有關係嘅。係啊，我就係用翻呢個方法去撈咧，就撈到最久遠嗰份咧就係1999年嘅9月咁樣，咁總共咧就有85份係已經消失咗喺已完成嘅研究嗰個列表裏邊。咁其實有好多咧都好關事，或者今日嗰個話題咧仲發酵緊，又或者嗰個地區度做緊一啲發展啊。咁而係當年咧可能係做咗一啲地區嘅研究，其實係即係成個脈絡係好相關。例如呢個最明顯嘅就係香港2030規劃願景與策略，可能去到今日，我哋喺個網站度喺已完成研究裏邊咧，都會見到2030加呢一份報告啦。咁然後其實佢嘅由來咧，係喺之前嘅07年嘅時候已經做過一個2030，對於香港2030年或打後咧，佢嘅一啲長遠嘅規劃，或者一啲策略性嘅研究。咁而其實佢哋係一脈相承嘅嘛，即係佢哋都有一個推展咧，或者喺中間裏面再做多咗好多唔同研究。隨住個時代脈絡啊，又或者做一啲公眾諮詢去衍生到而家2030加呢一份。2030加係做乜嘅咧？嗱，嗰個東大嶼人工島，佢喺2030加嗰陣時候咧係加咗落去，係咁啊，點解冇得加上去咧？咁嗰陣時都即係6-7年、7-8年前有呢份2030加嗰陣時，有啲人都好多討論嘅，就係無啦啦加咗份嘢，唔係 base on一啲你舊嘅以往嘅一啲研究作出一個決定嚟嘅，因為規劃一啲嘅城市規劃其實你要 base on 數據噶嘛，你 base on 人口啊、經濟增長啊等等一啲去估算噶嘛。咁2030研究嗰份研究咧，其實係無啦啦跳咗2030加，而又多咗啲加上去嘅嘢，即係譬如無啦啦填人工島咁，大家會好唔理解嘅。咁都會攞翻2030嗰份研究。即係10幾年前嘅嗰份，去講哇，咁你嗰陣時都計數係咁計，咁無啦啦變咗咁計嘅。咁如果你 delete 咗嗰份舊嘅2030報告，就同人講2030加，係啦。咁你完全係從一個規劃嘅政策方面，我追唔到以前。其實你嗰個你 base on 啲咩數字去講 ，base on 啲咩證據或者實質嘅一啲嘅資料去講咯。咁所以啲資料係冇過時嘅，係即係對於一啲做政策研究嘅人嚟講嘅話，啲以前發生咗嘅嘢都有參考價值。你冇以前個2030，我點樣理解而家個2030加咧？同埋呢個即係你睇個名都知佢未過時啊！咯我哋都未到2030，未到2030係喎。同埋呢份報告，我記得我哋之前其實有幾次咧想做各類嘅問題咧，其實我哋都喺度抄緊嘅咯。即係其實我哋係有備存嘅，咁但係咧，我哋記得嗰陣時，我哋好似有周圍成個 office 去揾翻，因為我哋好似有 hard copy 嚟嘅，好似有紙本嘅，咁然之後就大家係咁揭啊，喺咪度咧咁樣樣，
係啊，咁但係我哋好似而家我哋個 drive 好似係有一份嘅行政摘要嘅喺度噶嘛，仲有我哋都努力咁備存緊，因為政府喺度高速咁 delete 緊呢啲資料啦。咁我哋而家基本上見到一份哇，好似好重磅嘅報告，係用公帑寫出嚟嘅，即係佢用公帑去做啲研究報告啊嘛，要 delete 咗係啦。咁 delete 之前，我見到立刻 save 就咁 save 咯。我哋而家都係做緊一個即係民間拯救行動。嗱，見到一份 save 一份啦。咁好在咁啊，2030嗰份研究報告係大概0809年嗰陣時做嘅，係啦。咁啊，就我哋有份備份咁樣咯。係啊。咁仲有啲咩咧？仲有好多個，例如而家即係最 hit 嘅發展應該就係北部都會區啦。咁新界北啊、新界東北啊、西北啊咁樣。咁其實當年做咗好多關於新界嘅研究，例如係發展新界北區地區初步可行性研究啦。哇！呢個幾多年之前？呢個好新嘅，其實17年。OK。17年公布嘅。但係嗰陣時都未有北部都會區，係啦。係啦。係啊。咁但係北部都會區點解由嗰個以前講緊北部新界北部嘅使用變咗個新嘅北部都會區出嚟咧？咁北部都會區嗰個嘅即係規劃係咪要參考呢一份嘢咧？即係如果你講規劃嘅話，你唔可以完全冇咗呢個 step 嘅。咁但係你份報告好似唔見咗。咁我點樣去理解今日嗰個北部都會區嘅規劃其實合理與否？同埋其實佢再久遠啲咧，喺01年咧有一個叫做又係北部嘅北部鄉郊土地用途檢討。係跟住如果喺東北發展熱切嘅嗰個年代咧，13年都有份叫做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哇！呢個好重要喎，因為而家古洞啊，即係嗰度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啦，古洞啊、粉嶺北啊，都起緊噶嘛嚇。咁嗰陣時，我記得咧嗰份報告，因為我都睇過嘅，係有好清楚嘅一個叫做3階段諮詢係啦，公眾諮詢係啦。咁有好多啲嘅公眾人士提交意見啦。咁嗰陣時個反對聲音都好大嘅係啦。咁亦都因應呢啲嘅反對聲音，咁規劃有所調整嘅。嗱，成個規劃過程咧，對於即係後世嚟講係好重要，因為一啲對於社區空間嘅一啲嘅即係政府係個理解可能欠缺啦，或者係對於啲鄉郊嘅一啲嘅價值，其實係嗰陣時係冇 take into account 嘅。咁佢後來都政府有啲啲微調咁樣嘅，即係唔係一定唔理想嘅，但係我起碼見到成個過程，我知道有一啲好多係一個即係如果係講10幾20年之後，啲人對呢件事冇回憶，其實呢啲文件好重要啦，即係對於嗰個地區嘅規劃歷史啊，呢啲資料咧唔可以下架喎，其實咁但係嗰份研究就就喺規劃署嗰個報告第一個網頁度消失咗。係啊。又或者再有啲市區啲嘅，例如係紅磡地區研究同埋相關公眾參與項目咁樣。咁其實呢個係08年嘅。OK。而其實而家對於紅磡例如海濱又或者遊艇唔遊艇呢一個討論，其實都係好熱烈噶嘛。係啊。咁而當年甚至有公眾參與嘅部分，即係市民有機會向佢嗰個規劃嘅。而家嗰個冇公眾參與嘅，係嘛？你有冇？佢有嘅，佢咪話會做。應該同08年個形式應該就好唔同啦，係啦。咁但係我會 expect，因為我對於以前就係講個3階段諮詢咧係有一個記憶噶嘛。咁如果係佢而家下晒架，我都唔記得咗以前原來公眾諮詢應該係咁嘅樣。係咯，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即係可以睇翻當年究竟係點樣去研究，或者點樣去令到市民可以參與喺嗰個規劃嘅過程裏邊，係。或者有一個都係我哋好關注嘅問題，就係棕地使用同埋作業現況研究。雖然呢個好新，19年嘅，佢已經即係唔喺嗰個 list 裏邊。係啊。OK，嗰份嘢係因為我哋都有份嘅，係啦。我哋都有份，我哋嗰陣時即係本土研究社啦，你講10年前左右啦。同埋唔同嘅即係民間團體一齊去關注棕地呢件事，就編製咗一個棕地嘅地圖，
係講話香港有好多宗地咁啊，唔係缺地嘅問題，係嗰個土地分配同使用嘅問題，你浪費晒啲現有嘅土地資源啊。咁啊整咗個地圖，咁19年嗰陣時候咧，政府就都唔處理呢件事唔得啦，就自己就做一次調查嘅，係啦。咁我哋當然有做備存啦，咁但係規劃署就佢就自己就將嗰份報告咧就 delete 咗咯。咁而家政府成日講話嗰啲咩創科好重要噶嘛，咁啊又投資好多資源落去搞創科噶嘛，佢自己嘅網頁都話唔夠位，係啦，咁呢件事好搞笑嘅，成件事。咪 keep 住佢 upgrade 啲電腦啊嘛，佢出錢係咯，係啊，所以其實呢啲係咯啲理由，其實本身好多呢啲都好駭人聽聞啊，即係都好令人難以置信。我覺得佢明顯係作個理由出嚟啊，只不過即係大家會希望即 expect 佢會做個好少少嘅理由咯，咁但係我覺得嗰個成個趨勢咧就好明顯嘅，就係政府不斷將能夠公開嘅資料就越嚟越縮窄，係牽涉咗一個問責嗰個嘅同埋公開資料透明度嗰個問題嘅。咁呢個趨勢係慢慢收窄緊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民間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呢個亦都係今日即係我哋最後需要討論嘅一個問題，因為可能大家都會聽到就哇係周圍都冇晒資料，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其實有嘅，係咁係乜咧？暫時仲有嘅，因為其實見到政府佢而家嗰個趨勢係陰啲咁樣，係啊。咁但係咧，譬如呢一份，譬如我哋純粹講翻新公署嗰份啦，其實我見到民間其實除咗我哋之外，我哋就係建基於坪洲填海關注組，佢整理咗。因為我哋有講有3類報告啊嘛，佢哋就可能主要整理咗其中一份。佢哋嘅方法咧，當時咧就係去睇翻以前嗰啲嗰個部門咧，即係新公署咧回答覆立法會嘅文件入邊，然之後就將佢當時好似有引述到嘅一個目錄咧，就摘錄出嚟。呢個已經係其中一個方法，係啊，即係就係本身我哋睇翻立法會過去嘅一啲嘅文件，其實有時候我哋都係透過呢個方法可以揾到某一啲喺個部門網站咧揾唔到嘅文件噶嘛，係，因為佢哋可以喺自己嘅部門咧，將某啲嘅 report 或者某啲嘅嗰個頁面啊，可以去下架或者整走佢。咁但係咧，如果佢係有呈上去立法會討論嘅話咧，嗰啲嘅文件咧，某啲時候其實係真係會被存在，就係喺立法會嗰個網站入邊。立法會開會嘅啲記錄係要開放同埋永久保存嘅，暫時，我唔知道將來係點嘅樣嘅。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我哋都仲可以揾到某啲政府文件嘅一啲方法啦，係啊。而第二個咧就係譬如我哋今次點樣可以整理都算齊全嘅一個目錄啦，就係透過一啲叫 Wayback Machine 嘅方法。其實呢啲係一啲好普遍嘅方法嘅，或者一啲比較常見都唔係話啲好高深嘅一啲技術啦。即係其實可能一啲記者朋友啊、傳媒啊，其實都周不時都會用一啲 Wayback Machine，就係睇翻同一個網站究竟佢過去某個時間段佢嗰個模樣係點樣嘅一種嘅網絡嘅技術，叫 Wayback Machine 啦，Wayback WAY 啦 ，back 就 BACK 啦，即係 machine 噶。咁啊，呢個工具咧，對於啲政策研究者，其實唔單止政策研究者，係即係你有興趣之前嗰啲，即係以前嘅 internet 有啲乜嘢資料嘅，其實都會用嘅，外國都幾流行嘅。但係香港嚟講嘅話，其實都可能淨係局限喺某幾個行業嘅人會用多少少咯，係啦。咁但係我諗都需要各界大家去越嚟越熟悉呢個工具㗎啦，因為隨住嗰個政府嘅網站咧就越嚟越靚，係啦，但係資料越嚟越少，係啦。咁啊，佢以前係講過啲乜嘢，做過啲咩？其實呢啲公共記錄嚟嘅，對於即係真係如果從檔案法或者資料公開嘅制度嚟講，我其實呢啲資料咧係擺上網，就其實就好似政府檔案咁要永久保存。咁但係而家嗰個法律，因為冇法律喺度咧，咁其實嗰啲嘅資料咧就冇一個規範，一定要佢保存，就隨便 delete 咁樣。立法會又唔同，立法會佢有自己有個制度，要將呢啲嘢 keep 住，但係政府就有陣時就可能按某啲需要咁咪 delete 咗。咁但係都會有個網絡嘅監察功能嘅，就係用可能 Wayback Machine， 我哋揾翻以前嘅一啲好似影咗張相咁，即係個 snapshot， 某個時刻成個網站佢個樣有啲乜嘢，我哋影咗張相。咁呢個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嘅。
係同埋有時候入邊唔單止係個樣啦，即係可能入邊有個 PDF 檔，其實都可以撳到入去睇嘅，即係呢個其實都真係幾有價值嘅。咁我見到譬如有啲我哋出咗呢個新公署嗰個目錄之後咧，好似有啲人都話啊，有冇搞錯啊咁樣？新公署唔係以為你將嗰啲嘢下架，大家睇唔到啊嘛咁樣，即係有啲人都會質疑啊，究竟呢啲政府部門其實對於呢一啲嘅工具或者對於網絡備存嘅各種嘅功能，其實會唔會其實都好似唔係好知咁樣啫？誤以為可以做到隱藏嘅功能。我覺得佢唔係。佢冇辦法講話我正式要隱藏，佢亦都冇辦法阻止你去做。但係佢只要加咗一啲嘅困難俾你，就可以令到個流通程度減低。因為始終都有個少少嘅門檻，就係你特登要去揾啊嘛。咁市民唔會好得閒嘅日都係啦。咁你只要用呢個方法去減低個流通量，已經可能達到佢想要做嘅目的咯。咁但係就我哋即係我哋關心呢件事嘅人嚟講咧，其實即係如果市民想要關心呢件事嘅話，總會揾到方法。即係譬如 Wayback Machine 係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啦。咁大家有啲咩具體嘢可以做到嘅咧？其實Wayback Machine 除咗你可以揾翻以前嗰啲嘢之外，仲可以主動去叫佢影幅相嘅。係啦，你去嗰個網站度輸入嗰個嘅即係你想要影相嘅網站，撳一個 Save Now 咁樣，係有個掣，直接去嗰度，咁佢就會影幅相。係啦，咁都幾費事失事啊！講真。係啊，因為有好多頁咁樣，但係如果大家真係好想保存一啲嘅，即係嗰陣時嗰個 snapshot 咧，咁呢個係其中一種方法咯。不過其實我覺得都仍然有好大隱憂嘅，即係譬如我哋暫時都可能仲可以用 Wayback Machine 嘅，咁但係佢唔係無敵，佢唔係萬能咁樣噶嘛，即係會唔會其實到時候政府又可以做某啲嘅事情，或者係有去增加咗我哋用呢種方法嘅一啲嘅成本咁樣，即係譬如可能係條 link 可能會有啲改動，咁我哋就冇辦法用原本一條 link 揾翻佢以前嘅歷史，又或者可能佢有某一啲嘅方法可以令到 Wayback Machine 甚至乎係用唔到嘅香港，即係唔知啦咁樣。咁呢啲其實始終都仲有個隱憂喺度，即使我哋今日好似可以你收埋啲目錄，我就揾翻俾你啦咁樣，咁但係咪以後所有嘅資料都有呢種方法去應對咧？民間其實係未必真係咁順利嘅。係咯。好啊，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先啦，係啦，咁大家都可以多啲去使用下即係呢個咁重要 Wayback Machine，同埋如果就住呢個申訴專員公署覺得係需要睇有啲咩考假嘅，咁歡迎上我哋嗰個Facebook IG 揾翻相關嘅 post 我哋個238份報告目錄下架嗰個嘅即係 post 去睇翻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做功課要用嗰個即係大學生做功課要需要用到某啲資料做翻研究嘅話，其實嗰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今集嘅時間去到呢度，咁你下次再見啦。拜拜。